網友宣想接果果案件，律師解釋果果、范姜、黃子三人事件。果果分辨風暴燃燒，律師黃志德直言三主角都不是太好的人。近日，藝人果果與范姜彥峰的分辨風波持續發酵，雙方在社群平台上互控外遇與勒索，第三人黃子也被捲入輿論漩渦。事件不僅引起網友激烈討論，更衍生出各種評論與標籤，甚至有網友宣說想接果果案件。對此，知名律師黃志德在臉書發文分析事件，他直言三位主角都不是太好的人，呼籲外界停止二分思考，回歸理性判斷。黃志德逐一點評三名當事人。首先，他批果果在婚姻存續期間出軌。婚姻就是一個契約，一個承諾會在離婚前忠誠於對方的契約，若不愛了可以離婚，但離婚前的背叛行為不對就是不對。律師強調，身為公眾人物應知道醜聞會長流網路，孩子長大後一定會看到。認為果果即使道歉仍需承擔主要責任，就算如他所說范姜有多不堪，離婚前的背叛就是背叛，欺騙就是欺騙。接着，他指出范姜雖是受害一方，但選擇將糾紛公開於網路，也要承擔相應責任。就算事情起源於果果的出軌，他有權決定要不要讓這件事情以這麼不堪的方式曝光。黃志德批評，如果真心愛孩子，就不該讓事件燃燒，公開果果的出軌、欺騙等不堪事，等同讓孩子長大後從網路上看到媽媽被全網謾罵。至於第三人黃子，他直言，身為果果的好友，對好友的方式是跟他出軌，質疑黃子若真關心對方，就不該管不住慾望，以他的條件要找什麼女生不行，一定要找一個結婚有小孩的。他批評黃子爽了自己的慾望，害了果果，害了范姜，傷害了小孩，如今卻選擇沉默。如果這麼沒擔當，當初就不要搞人家啊！黃志德坦言，因評論此事件，他的粉絲數2天內暴增近2000人，貼文觸及率也創新高，但他強調自己只是客觀分析，卻被部分網友貼上挺出軌、想接案件等標籤，批評立場偏頗。他再三重申，嘅非果果網軍，也未受任何人委託，只希望外界能理性看待事件本身，而不是陷入誰對誰錯的二元對立。這起風波提醒社會大眾，名人婚姻不只是私人生活，也可能波及家庭與下一代，任何行為都可能留下長久影響。黃志德的分析指出，無論是背叛、公開糾紛，還是第三人的介入，每個決定都可能造成不同層面的傷害。最終，理性尊重與保護孩子的情感，才是外界應該關注的核心議題，而不是網路爭論或人身攻擊。